2012年文憑試卷 1B 第2條題目就講到咧，小敏喺一個網上購物網站裏邊開咗個戶口啦，就諗住買嘢啦。而呢個網站咧係會用咗公開時同埋私人時呢一套咁嘅加密系統嘅。咁呢套加密系統咧就叫做 PKI， 公開密碼時基礎建設。咁譬如呢間公司佢有一套 PKI 啦，咁即係話佢有一條公開時，即係話喺全世界都可以攞到嘅。例如，如果係一個法政機構係香港郵政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喺香港郵政嘅網頁裏邊咧攞到呢間公司申請嗰個公開時，我嚟加密或者解密。咁另外佢自己亦都會被分發咗一條私人時，私人密碼時咧就只有自己可以用，自己收埋嘅，可能我嚟加密啦或者解密，視乎你咧諗住用呢套 PKI 咧攞嚟做乜。咁呢條題目嘅 B 部分咧就係問到呢個問題啦。佢就話咧，假如呢個網站要向小敏發送一啲敏感嘅資料，咁啊，例如佢嘅購買記錄啦，又或者可能佢嘅聯絡方法啦、送貨地址啦，呢啲都係牽涉到咧私隱呢啲敏感資料。如果個網站要發送呢啲資料俾小敏，如果就咁發送咧，俾人中途截取，咁就泄露咗個私隱啦。咁如果做呢個加密嘅話，咁佢就會用一套公開時同私人時，就啱啱講嘅 PKI。咁呢條問題咧就係問你會點樣使用。首先咧 PKI 咧係有兩個功用。第一個功能咧係做身份驗證嘅，即係話咧喺網上邊，我唔知你係邊個，你發送咗個資料過嚟，點樣可以保證係真係你呢個身份發送俾我嘅咧？定話有人偽冒咗你嘅身份發送俾我咧？咁用呢個 PKI 公開時同私人時咧，我收到嘅時候，我就可以用呢一套東西咧嚟到確保係由你真正嘅身份寄送俾我噶啦。簡單講啦，就即係話咧，你會用你嘅私人密碼時將個文件加密啦，然後傳送俾我。我咧就用你嘅公開密碼時解密。一攞到你嘅公開時解到密咧，證明只有你可以用私人時嚟加密，所以咧呢個就可以證明到一定係你發送噶啦。不過呢一條唔係講呢樣，呢一條咧係講 PKI 嘅另一個功能，就係秘密傳送啦。即係話唔係要確定邊個嘅身份，而係咧呢一份資料 send 俾你嘅時候咧，絕對唔可以俾人截取到咧，係打開到嚟睇嘅，係高度機密嘅，就用另一種 PKI 嘅處理方法。同上面身份驗證嘅方法咧，啱啱倒轉咗㗎。不過呢一條片咧，主力係講秘密傳送點樣可以加密，又定就算截取到都攞唔到啲資料。點解咧？因為呢條你見到佢話發送敏感資料俾小敏，換言之咧，唔係擔心有人假冒個網站發送呢個資料，唔係要確認身份，而係一定要保證呢個資料咧唔會外泄，所以係用 PKI 嘅秘密傳送呢個方法嘅。咁有機會我哋再喺另一啲片度咧講身份驗證點用 PKI 啦。好，咁要秘密傳送咧，即係話就算人哋中間截取到，都冇辦法打開到嘅。咁所以當然要做加密啦。咁用加密，咁用乜嘢時加密，用乜嘢時解密咧？咁就要非常講究啦。咁假設呢個就係佢個檔案。咁點樣可以確保人哋攞到都開唔到咧？首先第一步要攞小敏嘅公開時嚟到進行加密啦。咁邊度攞到小敏嘅公開時咧？香港郵政小敏喺嗰度咧登記咗，攞到一套時嘅，咁就喺嗰度可以攞到小敏嘅公開時。攞到小敏公開時咧，就將嗰個資料咧進行加密。加密完之後咧就發送啦。最重要嘅第三步。小敏收到個檔案之後咧，佢攞自己嘅私人時去解密，因為呢個檔案係用咗小敏嘅公開時嚟加密，所以咧任何人攞落嚟咧都冇辦法解密嗰條公開時咧，解唔到同一個檔案嘅。所以呢個世界裏邊只有一條時可以解密，就係小敏嘅私人時，所以佢就用自己嘅私人密碼時進行解密。咁留意答呢類題目咧，一定要寫明係邊個嘅邊條時做加密定解密，然後傳送啦，再用邊個嘅邊條時嚟去做解密。咁所以總結啦，呢一條因為要做秘密資料，所以咧首先要用接收者，即係小敏，要寫明小敏啦，用小敏嘅公開時將資料進行加密，然後傳送俾小敏。
小敏咧收到個檔案之後咧，用自己嘅私人匙進行解密。由於冇其他人有小敏嘅私人匙，所以可以確保資料咧傳送中途咧，即使俾人截取咧，資料都唔會外泄。咁呢個係 PKI 用喺秘密傳送方面嘅用法。